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案件。新北市一个姓王的男子，假发着6届的恐吓批到总统府的信箱来威胁，讲要用燃烧弹来攻击着新北市政府甲新北地方法院。这案件检察官侦查到一个段落，用恐吓公众罪甲起诉。3位警察来到人家门口持电铃等等。 看厝内无反应，警察就拍开手电筒，想要照厝内状况。这个时阵，洋洋有动静。你最近如何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可以进去跟你聊天吗？坦白提，查甫人总算来开门，看到苏式票，唔敢带去，赶紧甲警察抢回客厅去。原来伊涉嫌恐吓，要去新北坑燃烧炸弹。 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告过7000万交保，说王嫌犯敢若不满地方法院裁定，放掉讲要做燃烧炸弹去地方法院放火，这其实唔是伊第一摆甲人恐吓。 检警调查说，王嫌犯伫咧2月26日，特别交配去总统府讲做炸弹做法，佮伫咧7月到9月威胁公共安全。先讲家己伫咧台人进前就先去法院，佮小说写着9月19要找工业九轻小市府含法院，甚至落最后通牒，讲要请市府含法院临价买手，2个月内就发600个批甲人恐吓。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前往驻处查获自制剂17级工业酒精。 并当场逮捕。说王嫌犯除了想要表达对政局和时事的不满，嘛讲到妈妈辛苦摆档赚钱，所叫假投资骗上百万，才会心情真歹。根据了解，燃烧炸弹当时已经开始伫咧做，加在警察伫咧伊个一个真一工给抓起来，才无自行比较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